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19日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永春有警察家军啊，杜嫌犯8倒害以北来大出会死亡，目前这名警察被起诉，检察院也通过纠正。沙地阿拉伯美加条生出现51度8的高温，几落100万名信徒尚无有550位朝圣者热死，数千人就伤害。讲到姓吴的金门军人呢，伊本地是出海去钓鱼，不过说放留伫咧中国到今已经超过3个月咯。加上着即期讲中国唔放人，就是2月14中国渔船并船事件所引起的。因也呼吁总统赖清德就要将心比心，赶紧来解决争议。这海巡署是强调，中国渔船的并船案呢，也是希望让这2名中国渔船的遗体赶紧送到登记。另外也强调讲，进前中国海警编队的侵扰情形已经有减少啊。向新民请求，希望新民斗保庇。滞留中国的金门姓吴的军人钓客，应该早一天平安回来找团圆。虽然姓吴的钓客已经伫5月初8申请退伍核准，中国依然不爱放人，加上这期不爱放人的主因，就是控制一事渔船并船事件，呼吁赖总统好好处理渔船事件甲两岸关系。我们家属一直认为这个应该是跟渔船的事情有关系，那我们请政府说赶快去把渔船这个事情来把它解决，用同理心，你2个渔船的尸体放在这边，同样的那边的家属也是会很着急。中国已经同意家属去探视，近日来办好申请的手续，家属就再去看人啊。对此，海巡署强调，渔船并船事件发生到即阵已经过127天啊，也是希望会使尽紧，让2名中国渔民能早日回去。案件的侦办以及责任的认定，应该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处理。我们盼望优先进行人道关怀，尽速妥善解决问题。海巡署19公开6月顶半月中国海警船伫金门限制禁止水域外口活动的数量，平均每天大约是4只海警船，甲2月到5月侵扰的这个比率来比较，就拢无偏对进入咱方水域。也强调中国以新的规定实行海警法，稳准对涉嫌侵入的外国人拘留这罪法，袂影响海巡同仁的执法。确定是要在全岛建置33处红外线热显样仪。那这一部分的话，我们会逐步充实，依照辖区特性跟目标威胁程度，我们会按照排定优先次序。那当然淡水当然重要，我们尽快补齐。对这中国死亡的10波人开快艇，伫这进入淡水渔林码头引发讨论。海巡署强调，这10波人已经遭到收押禁见，并且处罚北部分署长等10人。未来建立这雷达加上红外线的上仪的监控系统，也加入无人机巡查证机制，确保国境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针对着国民党、民众党通过国会这款修法，行政院提出复议案，院长杜永泰今是呼吁调野立委徛伫人民的立场，向历史负责。不过，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基、民众党团总调黄国昌说是唔接受，质询的时阵拢含杜永泰一句来一句去。总统赖清德表示，行政院提出复议案，唔是要和立法院对抗，是希望会当充分讨论。确有窒碍难行之处，严重影响人民的权利义务以及机关权限行使，甚为巨大。若被联手通过立法院集权的修法，行政院提出复议案，杜永泰19到立法院去说明6项理由，强调国会集权的修法是真歹实行，呼吁讲调野立委应该徛伫人民的立场，向历史来负责，让2院会当做伙合作。不过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基是无在插，第一个质询是针对修法的过程反质询，含杜永泰在答喙个过程个等到啊。这是国会，如果你国会了吗？不是行政院长，如果你的水平是地方议会议员，你可以这么做。所以，卓院长，请尊重你是行政院长。鲍坤基批评民进党过去要求前总统马英九到立法院随问随答，总统的含今仔日拢无共，杜永泰是呛断去，讲就是无适当才无通过。民众党团总调黄国昌接咧质询，大骂行政院复议的理由，讲用刀卡在传假信息，搁正册杜永泰几啊摆甲抄话。怀疑就把他送去法院，是，但是这个怀疑送去法院就会科予刑责哦。这个怀疑就是主观的认定，立法委员不是检察官。民进党在国会改革没有办法拿到100分，因为当时的提案有违宪之余，
没有人可以站在宪法的对立面。针对立法院日一就要开始复议案的表决大战，外界认为讲通过的可能性并无悬，党员态是持续争取拿白立委的支持。总统赖清德嘛话话，希望透过充分的讨论回应民意的期待。行政院提出复议案，并不是为了要跟立法院对抗，而是寻求另外一个机会，让立法院重新审视法案的内容。这一波的阻挡运动还没有完成，让台湾的公民力量再把这个空间撑起来。立法院的外口已经有民众在组织，民团是连续3天发起青鸟行动，国民党这边嘛要找拿英来，就惊双方的支持者冲突的升温，警方嘛已经加强戒备。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对今仔开始到拜五审议行政院对国会职权修法的复议案，民间团体伫19、22一这3天也伫咧立法院外口发起青鸟行动，国民党也发起拿英行动，号召支持这摆国会职权修法的民众，会当伫咧青岛东路另外一边表达诉求。台北市警方拜五也预告会派500警察投入议案。台北市过道开始落雪8号，立法院4号位的民众加雨伞、穿雨帽，继续守伫咧现场。立法院拜3开始审议行政院对国会改革法案的复议案，举办青鸟行动，对法案有疑虑、支持复议的民间团体，也搁再招民众行上街头，反对国会扩权的法条。大部分的国人当然都支持国会改革，可是为什么有一半的国人是支持行政院的复议案？代表现在立法院所通过的国会法案，并不是人民心中期待的国会改革，它是一个滥权法案，它是一个可以影响到我们个人的隐私、影响到公司营业秘密的滥权法案。这不是一个好的国会改革。民间团体表示，这是一场街头的公民课。即摆因伫青岛东路、济南路的舞台，拢有邀请各领域的专家学者、民团演讲，为各站面讨论民主议题。因为这大学就要开始休热，民间团体也招待学生、民众到现场，上这个伫街头举办的下跪学校。我本身是读法律系，我觉得很多像是体制外的一些行动，它是可以学到更多不同的东西。不同的学者他有不同的讲法，就是可以听到更多元的声音，不是只有局限在说学校的课堂里面这样。高中生说，就是这次的立法程序好像跟公民课本上讲的都不一样。有人会说倡议没有用，但其实我觉得抗议是有用，因为大家一起出来告诉里面的人，我们真的很在意。国会职权法案复议案，立法院伫拜五会进行表决。除了青鸟行动，国民党也发起蓝营行动，号召支持这摆国会改革法案的民众，伫青岛东路的另外一头表达诉求。就惊双方人敌会发生冲突，台北市警方拜五也估计会派500个警察伫现场，维护安全，防止冲突发生。记者郭文社桂林台北报道。今年2月，这屏东县恒春分局一名姓詹的警察，追查这偷牵乌托邦案件时阵，可能是不办嫌犯唔承认犯案，就用警棍甲伊堵巴肚，造成嫌犯腹内大量出血死亡。这检方今仔日证实，认定这姓詹的警察是用职务权利故意伤害嫌犯，甲伊起诉。那检察院也认定警方有执法上过头的问题，纠正警政署也个屏东县警察局。派出所内底员警一直为嫌犯急救，高送医也是救无倒来。迄时阵，伊被带到所内，伊勘察机车测案，这的承办员警技术不愿意否认犯案，将人压制时阵，这警棍堵伊腹肚，互伊被将离伤，佮大出血死亡。检方认定姓詹的员警无顾嫌犯要求验伤，无顾伊上架爱人插咧行，有缘将人带登做笔录，认定姓詹的员警依照职务上权利，机会故意犯伤害致死罪嫌。19警察中嘅将其起诉。对于所涉本案员警已依规定情节予以记过、申诫、调职等处分，本局将强化员警各项执法专业。检委认为警方负执法过当，无遵守所法定要件等缺失，纠正警政署甲屏东县警察局。警政署回应尊重检察院纠正意见，也召集相关单位检讨促进，佮要求确实落实各项刑案侦办处理流程。毋过检委发现，今年发生真侪件执法过当的案件，达到酷刑的程度，爱行政应该赶紧推动禁止酷刑公约施行法完成立法。前2届立法院、行政院都有提出，之后的话都是没有通过的。
那这届新的立法案因为届期不连续的关系，行政院还没有把这个案送出来，所以就是可以说立法进展是进度啦。民间司改会表示，立法进度正慢，即马新的执政团队重点建议行政院应该赶紧将禁止酷刑公约施行法草案送请立法院审议，呼吁朝野党团支持通过。记者综合报道。最近伫网络顶头讨论这博爱座到底是虾米人才会当坐，讨论是加咧噗噗。卫福部长邱泰源就表示，袂废除博爱座，希望有需求的乘客拢会当去坐，可能会比较一步的优先式的做法，也会参考各国经验，和修法更较集中。接纳这个以后，后壁阁大表示，写讲请大声让位予需要的旅客。但是18下晡阁发生台北捷运往中正纪念堂的车厢内，一个少年查甫人因为腹肚疼伫博爱座伫休困，一个老先生上车了后讲家己有真济病，要求这个查甫人让位。双方随着开始冤家，无人要让。边仔的乘客是开喙来口抗，要制止老先生，结果阁加一个冤家的人。最近博爱座让位的争议一直传出来，和各界讨论讲，敢要规气甲废掉？都可以做啊，就是想做就做啊。我觉得不用把它太狭隘，就是说只要老人才有孕妇才行。台北捷运公司讲，博爱座是受限中央法规，无法度单方面来取消。已经将你最近的案例发函给卫福部，希望会当检视目前法规形成的现象和争议，希望修法来符合社会期待。讲最重要，博爱座它是展现一个城市的温度，这样的一个善意、礼让的文化，是要发自内心，而不要成为道德绑架。不会废除，但是我们会吸取各国的一个经验，有点像日本的优先席，也许也是可以采取的一个。事实上，设博爱座是因为《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第53条的规定，大众运输工具爱设置博爱座，但是博爱座若无让位，并无违法，嘛无罚则。过去有民众伫公共政策网络倡议平台提案，讲要取消博爱座，迄当中有超过8000个人附议。卫福部嘛要甲博爱座扩大到实际需要者优先会当坐草案，送立法院来审查，但因为身故人的立委任期无属审，要提登去予行政院。刚洗肾完其实身体是蛮虚弱的，或是说癌症刚化疗回来，这个都是你眼睛看不到。我们提倡是把博爱改成所谓优先使用席的概念。方针并讲，包括代替专线早晚的时段，毋是对号列车拢有设女性优先的车厢。捷运的亲子车厢是自发性的使用，毋是硬性规定。就算是日本电车设的优先式，一般的乘客嘛毋是完全拢袂当坐伫遮。爱安怎互博爱座伫大众运输发挥上大的效用，避免争议搁出来，可能是即马政府应该好好去思考的课题。记者综合报道。进前有台师大学生收到一封简讯，讲这内容是写讲师大学务处要提醒同学讲，这连续2学期学分无到2/3要互退学啊，而且佫打一个网址互伊，爱伊去报名转学考试。不过学校也解释讲，这就是诈骗简讯。另外，国内也有假的投资诈欺，有一个被害人呢，伊就大主大意摕厝内面的存款去投资，说是去互骗到要到200万。他也是他担心这是不是真的啦，所以他还是会存疑嘛，所以来确认一下。手机简讯通知被删字，到学生紧张找老师纠正到底是真也是假。我本人是没收到，但我知道师大没有就是勒令退学这件事情。新生可能会还不太了解学校的制度。简讯讲是苏群大学学务处今仔提醒同学，连续2学期学分无到2/3，会被退学，最后附网址提供报名转学考，暗过学校澄清诈骗消息，唔通受骗去。透过专职导师的管道去问有没有其他同学有受骗的，那大致是没有啦。网址的简写是我们新竹某一个私立大学的网址，不是一个真正的那个他们学校的那个官网。暗过师大有3间名字无完整，过来网址开头是 HTTP 照了 S 有问题，最后就是大师大早就无退学的制度。暗过诈骗简讯800款为欠水钱，电信点数到期，即摆连学生的成绩拢要摕来骗人。他想要骗走的一个是民众的个资，可以去给他们的同伙做其他的诈骗手法的运用。那另一个要骗的东西，可能就是信用卡付款资讯。诈骗有够济，旧的无主动，新的佫出现典型股票假投资，也是一直骗。个被害者甲先生借钱以外，也被家己土地甚至所用囡仔存款，无到1个月损失将近200万。妈就觉得说，因为他们那种有钱人，他们其实玩的都是可能比较
不是正规的，但他们就是透过这样，就是可以赚更多钱。对于弟弟来说是信任度的问题，就是今天信任家人、信任妈妈，所以钱这个部分他也是相信我妈会帮他存起来。这种犯罪影响到底偌严重，被害者受骗了后，若损失钱财，更较可能将一家伙仔全部拖落水，互生活变款。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花莲岛溪乡南安地区，这个月3天内有2站民众看到台湾乌熊的通报案件。台中的国关七乡长满丹山昨夜爬山的民众伫步道看到乌熊。这林业署台中分署函局管处拢表示，今年通报案件偏去年同时间有较悬，真有可能是这乌熊的族群发展了真稳定，而且活动范围有变较快。我遇到台湾黑熊。哦，吓死我！那提落来那录这个惊甲要死的情形，顶早去5小姐18中昼，爬这个台中国关七阳东马丹山，伫顶山口步道附近看到台湾乌熊，加载平安落山。我先听到声音，就是有个那个低吼的声音，然后才看到它在我的前面。大概过一下子，它就往山上跑了，所以我确认它稍微有一点距离之后，我就慢慢往下走。今年5月，林业署伫大细山区发现4个禽兽。本月13、15，玉山国家公园、花莲县倒溪乡南安地区，分别有游客看到台湾乌熊出现。下关大细山甲国关七阳的林业署台中分署，今年到即阵通报件数已经超过去年全年。有关处也讲，今年通报的案件比去年同期也较多。有一件是在大雪山0到21K， 那有一件呢是在乌尾山登山步道。那就是它的活动范围呢，就是有比我们想象的还更靠近人为活动的范围，确实有逐渐在扩张的迹象。今年是蛮多的啦，族群的活动范围它慢慢越接近这个乡村部落这样子。两个公家单位拢评估台湾乌熊的族群稳定来发展，而且有摊开活动范围的情形。学者也认同讲，乌熊的族群稳定，较接方看到的原因，也等待时间来观察。我认为是这2个地区本来熊的状况就比较好，刚好就同时间都发生在这个时候，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因？我觉得可能要比较多的证据，再多一点时间观察。有关处呼吁，若拄到台湾乌熊，唔通叫去个惊到，应该面对乌熊慢慢退后离开，避免人为的干扰，要求爱记通报，靠来掌握乌熊的动态。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高雄的南宝石大歌厅，伫708年代是真请影。今年高雄流行音乐中心都来邀请资深的歌手，也佮有新人，重庆南宝石大歌厅演唱会，也要拍一支纪录片，要伫咧8月举办南宝石故事馆的展览。今仔日记者会呢，就先公布诸葛亮的一套服装，未来也会伫咧故事馆展览。那些扛棒顶悬是写着南宝石3个大字，讲着南宝石大歌厅，长辈应该袂清分。不过因为歌厅的所在，即摆已经真做一排透天厝。隔壁饭店的头家回忆，70年代歌厅秀上抢眼的时阵，人是吵。上有印象的就是诸葛亮、张飞会用笑诼方式唱歌跳舞，真热烈。会啦，4月怀念啦，算讲就继续热烈，即马怎么无人去啊呢？当然是心理上会觉得很可惜。目前在我前面这一条马路是下午2点以后是管制的，车子进不来。南宝石大歌厅是迄当阵高雄上有代表性的所在，即马交流中心要甲这段风华历史记录落来。除了翕纪录片，8月7日的演唱会，7日会展出南宝石上场的故事展。19记者会先公布诸葛亮的秀服，未来展览当中，阁会用 AI 呈现诸葛亮的声音，用伊的声音来给大家导览。大家好，我是诸葛亮。感谢咱记者朋友为着南宝石大歌厅的公演，伫遮咧开记者会。伊的语调、声调去甲复刻，这是足困难的代志，因为诸葛亮伊咧讲话的速度，伊的语调，这是足困难。阁有台语的讲法，甲国语就无共。今年南宝石大歌厅演唱会，除了主持人欧歌，阁有黄西田、陈心梅等等的歌手。过去捌上过南宝石舞台的歌手洪英凤，也是演唱会贵宾。毋望会当呈现过去南宝石大歌厅的风华。记者张一辉、邱兆勇高雄报道。
讲到咱台湾各地头拢人口老化、少囝化的问题，亲像台南后学期呢，就4间国小的分校确定要停办，学生到时就要刷登去本校上课。那这本地分校空间要安怎来运用呢？地方是呼吁政府爱互因当做活动中心来使用，教育局是回应讲会用人用的方式来运作，因也会含各单位集结了后来做评估。上课时间，校园内空荡荡，教室内嘛无看到囡仔的人影。这是台南北门国小育湖分校，这间学校6年毕业，剩10个学生，这阵拢刷转去本校咧上课啊。后学期开始才正式要停办。在地住户话声，北门区10个里，敢若因无活动中心，唔忙通甲这活化。教育局讲，教室开放互人利用，强调袂互环境拍远去。无紧是熟悉的问题嘛吼，阮都既然已经停办啊。就用，咱就这个土地卖到荒废掉。不管是社区有这个高龄教育的需求，还是讲有这个社区大学等等，拢会当做这个社会教育来使用。咱各局处若有这个需求，吼，这个规划，哦，还是咱这个社区所在的里啦，吼，拢有当提出这个需求出来。唔敢若北门国小、育湖分校、后营、六甲、甲龙家国小的分校，计共4间学校拢并入本校上课。有校长指出，本只分校一个班级无够5个人，学生无啥物伴通作为学习。学校认为合并对囡仔帮助真大，变得比较开心，因为同学的话就会比较多。虽然以前在分校的时候，也可以跟隔壁班的学长学姐们一起玩，但是这边的人比较多，可以比较团体。分校的囡仔来讲，我感觉因有加较侪资源。加较侪老师，加较侪人来甲因关心，同重的是人际关系的大家的互动，我感觉这囡仔来讲，这是足大的帮助。各地少子化有偌尔严重？根据统计，在后学期国小的新生人数降到剩14000个，平去年减800多人。地方望政府要赶紧提出相关的营运政策，才通甲危机变作转机。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到这新闻，讲到日头请爷爷是虽然顾性命，讲到这沙乌地阿拉伯麦加雕像，逐年拢有几落100万名信徒去遐。不过呢，这麦加出现51度8高温，上无有550名信徒热死，数千人出现热伤害。另外，伫咧美国的中西部和东北部呢，也出现33度，超过7000万人受到高温警报，因也取消这户外活动啊。日头赤炎炎，朝圣者洗这天房，虔诚来进行宗教仪式。伫沙烏地阿拉伯聖城麥加舉行的朝聖活動是伊斯蘭教年度聖事，也過近年來氣候變遷對活動影響是真大。沙國氣象中心講，本禮拜一麥加大清真寺4周圍的氣溫達到51.8度。根據阿拉伯外交官的講法，在這7天活動中，至少有550名朝聖者熱死。當局也證實，超過2000人正在接受治療。The weather is extremely hot, and even before pilgrims arrive, we started our campaign by educating everyone about how to protect themselves, how to use umbrellas, how to keep themselves hydrated. 沙國頂個月發表的一項研究顯示，舉行朝聖儀式的所在，氣溫每10年升高0.4度。儘管安尼，今年麥加的朝聖活動依然是吸引超過180萬人參加，絕大多數是來自世界各國的朝聖者。另外，極端的高溫也侵襲美國中西部甲東北部。18包含芝加哥、俄亥俄州等真濟所在超過33度，戶外活動攏來取消，影響將近7700萬人。美國國家氣象局講，這擺接落來天氣至少持續到這禮拜5。紐約州市同時面臨極端的濕度，空氣品質受到影響，已經先來啟動臭氧警報。So when you do get a heat wave, what it does to the atmosphere is it makes the air expand. So when the air expands, it creates a dome. So very intense heat wave conditions are going to extend over 1,000 miles away from the center of that heat dome, all the way here to the Midwest. 像寒協調咧，這麼熱效應是造成歐洲甲北美洲地區小熱高溫的主要原因。氣候變遷和這麼熱天氣所當更加慢，延長這個影響時間甲範圍。因來長期拄着可怕的新墨西哥州，本禮拜一南部地區2陣野火快速來炭燒，燒掉超過500棟建築物。幾兩千名民眾早離開家園，將該州已經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州長也請求國家支援。講是新聞，梁間編譯。
要开放唔开放，对一寡人来讲，拢是自私会当来形容。美国总统拜登今日宣布，美国公民无身份证的移民配偶，还有因所生的无到21岁囡仔，会当申请永久居留，成做美国人。伊个会有55万人符合这个资格。这项移民政策对拜登的选情来看是比较较有利的。不过共和党就甲批评讲，这等于是大规模违法特赦。2礼拜进前才发布新的边境管制措施，引起民主党镇压反弹。美国总统拜登18号颁发新的移民政策，要让境内公民的无证移民配偶就地合法。今年6月17进前，在美国居留至少10年，配偶是美国公民、无犯罪记录人，拢能就地申请绿卡，甚至成做公民。就连因所生未满21岁非公民囡仔，也符合申请的资格。In fact, polls show over 70% of Americans support this effort to keep families together. 这是为2011年奥巴马政府时代囡仔教育的相关区域办法 DACA 计划，美国总统针对保护移民推出的上大规模行动。迄一天现场阁举行 DACA 12周年庆祝仪式，阁宣布简化 DACA 计划受益者提到工作签证的处理方式。这新措施为了会对拜登在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加州州等摇摆州的选情加分。I think he's just trying to tell Democrats or other potential voters for him that, well, wait, no, I'm not harsh on immigration here. I'm helping this group of people. So I think it is definitely, a little bit of a political turnaround because of the criticism he's received for the restrictive actions. Absolutely. I'm very worried that we go back to those times, and if President Biden is not reelected, then it's going to be hard for us because everything that is happening today might be taken away tomorrow. 共和党籍密苏里州联邦参议员霍利，就对国土安全部长梅奥卡斯发一封将严厉抗议批，讲新措施会吸数百万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南部的边境，因讲是限美国纳税人的脆皮，对合法进入美国的移民来讲完全不公平。讲这是违法的大规模特赦，会对这展开调查。公视新闻王慧文报道。澳洲南方天文台的天文学家在2019年年底发现，讲有一个离地球3亿外光年的星系核心光度向变强，也因为这光度一直伫咧继续。研究团队研判，可能是一个超级大乌洞，甲附近的物件拢吞落去才发光的。这是人类头一摆看到乌洞的活动过程。电脑网架模拟伫处理做的 SDSS1335甲0728星系对乌索索到发光的过程，伫2019年底进前，这个星系并无发出真明显的光度，因为伊忽然间光起来。澳洲南方的天文台 ESO 是启用伫智利的超大吊镜 VLT， 而且应用各地天文台收集的数据追踪和分析，发现伊的光度持续的时间比超深浅的木栅，也是恒星挖暗光星引发的海影瓦解现象造成的发光情形更较久。天文学家研判讲，这个星系因为有活跃星系核，内面超大的质量暗光星有可能开始活动，因为甲四颗地下的气体和物质拢加起，才造成伊开始发光。Normally, when you see a black hole without any gas around it, you don't see anything. You just have a black hole, and black holes don't emit any light. That's why they are called black holes. While when you have a black hole surrounded by material, then you can say, okay, this black hole is active. It's actively consuming material, and the gas, as it falls into the black hole, you have emission of a lot of light. 天文学家讲，过去是毋捌观察到亲像这种现象，这是头一摆人类及时去看到暗光星对表面到活跃的过程，是天文研究的一个大成就。When we are looking for black holes, we can't really see them directly and instead have to look for their effects on things around them. This makes them extremely tricky objects to look for, so anytime anyone is discovered at all, it is a really impressive achievement. 研究团队研判讲，这是暗光星拄入去活跃的初期阶段，计划建立实验模组调查暗光星醒过来的原因。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
讲到台股继续伫咧创新高，19收盘冲到23209点，去452点。来讲到台积电的股价也收伫咧981块，出现新纪录。另外，美国 AI 晶片辉达的股价也起真济。美国时间10月收盘起3.51%，收伫咧135.58美金，市值超过3.3条美金。那超过 Microsoft， 佮甲 Apple 呢，客气得变到第3名。这辉达呢，也正做全球上有价值的上市公司。台股开悬行悬，收盘冲上23209点，大起452点。宽宏台积电大起38块，搁再来到新的天价，收伫981块。期待来到25.44条，今年以来成长超过10条。美股目前还是一个多头的格局，其实真的涨了太多了，但是没办法，所有的资金全部集中加码在 AI 的股票，台股基本上沿着这样的 AI 的主轴在往上攀升。如果 NVIDIA 持续在上涨的话，你看台积电是最大的受益者。那接下来如果台积电涨，台湾的 AI 的概念股可能都有机会往上去攀升。随上第7波人工智慧 AI 应用之下，互稳重的商机是真受到注意。也来回答股价18是惊人起势，正做反映过上价值的公司。美国时间18收盘起号是3.51%，每股是135块5角8美金，创下历史的新高纪录，期待超过3.33条美金，超越比两个3.31条。苹果公司期待3.28条排第3，台积电的 ADR 期待大约是9319亿美金，也进入全球期待前10大公司排名第8。It's a bit surprising. You know, they certainly are in a business that should have substantial growth, and obviously investors are already accounting for that. What my concern would be is whether how long the growth can be sustained. 分析师讲，今年1月开始，受到台积电股价带动，台股一直创下新高的纪录，无到一年已经起超过5000点。10股开盘无到10分钟，指数头一摆超过23000点。午盘一度大起517点，不过台股一波起势是真紧搁真急。虽有台积电带动一个起势，不过也出现中小型股无起准补起的行情，因为要注意有关了后会调节未来。记者综合报道。热天时啊，来到微食的物件就要特别注意，如果出现这食安问题咯。连锁的火锅店新马热伫咧新店路龙城的分店，4月有民众去食，食了到地身体不爽快。6月12又有人讲去食了后，伊是吐骨流，卫生局需要求暂停营业。来者表示讲，应该只是个案尔，因会配合调查。有名连锁火锅店新麻辣景点麻辣锅伫新店如龙城技术传出食安问题。6月12暗时有3人去这店共到共鼎，其中2人出现会吐糟白，看医生了后，当伊休困。卫生局接到通报了后，唔敢大意，马上派人去检查，发现有3坑伫作业区的问题，已经按业者限期改正，按若无会依法开罚。本局在接获通报后，随即派员前往稽查，现场见有部分缺失，已命业者限期改正。而该公司因1年内有2次疑似食品中毒的通报，达本局暂停作业的标准，故卫生局命新麻辣新店玉龙城店自17日起暂停作业。卫生局表示，因为这间店4月初9有2个人疑似食饭了后身体无舒适，加上这一摆已经是同一间店，今年来第2摆疑似食物中毒的通报，决定评定暂时停业，要经过审查甲复查合格了后，才能恢复营业。卫生局的现场抽验内蒙口味的红茶、冰淇淋甲咸火锅料，检验卫生是不是符合标准。这2件事情，第一个不是连续，第二是个案，然后第三，它人数也不是集体，是2个人。那目前原因也还不明。业者回应，为情形来讲是有限，不过后续依然会落实相关规格食安作业，也积极配合政府单位调查原因。记者综合报道。拄员工无到1年的兴业社福综合大楼，真正发生落雨了后，这楼梯会积水，电梯门也会泄水出来情形。台北市社会局表示讲，是因为熊熊落大雨，这厝尾顶排水排袂负荷，水才会灌入来，未来也会加强排水设施。画面当中，人看到楼梯间咧落雨，涂骹拢积水，电梯门也泄水。
代志发生在今年初只香港加菜的文山区兴咸社区综合大楼，民代接到民众陈情，最近台北路大雨，建筑内底也发生积水状况，觉得有点危险。抱小孩，像我抱小孩可能会滑倒。我觉得可能是有淹水的地方没有疏通，或是水沟那方面吧，我猜。电梯里面也会渗水进来，导致电梯故障不能使用。17亿的品质，却是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兴咸社区综合大楼1月开幕启用，大楼管建部有21项社会福利甲公共服务设施，有托兴亲子馆、老人服务中心等，提供民众使用。台北市府开超过17亿3年完成，按过落成不到1年，就传出灾情。社会局表示，是短时间大水雨，互大楼施动，出楼尾顶未覆排水。水只灌入来，第一时间甲不管进行处理，将电费救援，避免机电损坏。各大公告，请民众暂时唔通用这个电费。施工厂商已经到现场处理，在这个户外跟室内衔接的地方增加门槛，阻挡这个水流，增挡这个泄水的孔洞，让这个顶楼的排水是比较顺畅的。社会局也会跟新工处适合单位，来尽快的研拟相关的作为，排水设施来解决漏水的问题。社会局也进一步表示，已经甲新工处营造甲机电厂商来顺势，后续会继续讨论加强排水设施。记者综合报道。开12亿起的新竹棒球场，去年5月，这新竹市长高虹安去到棒球场，甲涂骹误开，讲要甲这棒球场的土坝送去美国检验。即马说互新竹市民进党团支机讲，这土坝就根本无送去美国，也批评高虹安上任到今已经年半了，拢无看到棒球场有任何的改变。市政府表示讲，这棒球场的土，伫去年的5月和7月有分2届送去美国检验。民进党议员第2回质询新竹市长高虹安目前棒球场的处理状况，质疑去年5月讲要送去美国检验的土坝，到今拢无结果。拜三的时，民进党团佮提出公务处长第2回期间的对话记录，质疑有人讲白贼。上头清楚的写到，从头到尾都没有送。市长室跟教育处那天挖完后，土就不知道放去哪里了。所以从这样的讯息可以很明显的告诉大家，这7包土根本就没有送到美国。那这就再一次的证实说，你去年5月份所开挖的这个土，根本就是一场闹剧，根本就是一场政治操作的一个作秀的戏码。面对质疑，公务处回应，棒球场去年开挖的土坝，第5月、7月分2摆送去美国检测。第一摆因为迄时阵也未甲对方签约，所以才无法度对外公布。基于去年的5月份取样的土壤，它并没有契约的关系，所以在美方也很明确的表达禁止公开的一个状况下，我想新竹市政府就没有去公开这份试验的一个数据。契约规范，并且由美方人员亲自来取样的7月份的数据，以政府的立场跟专业角度来说，我觉得这才是可以公开的一个报告。另外，针对赖对话记录，公务处长也解释讲，这段文字是针对议员质询的问题，要求申办单位回应，不是咧讲无送检验的代志。不过，民进党议员认为，新竹棒球场改善拢无进度，批评市府一再拖延球场改善的时间表，要求市府在明年7月下半年球季开始进前，要完成改善。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代替新买R200柴油电车试走1年啊，今仔日正式加入营运。透早伫咧花莲火车头办这启用典礼，未来拢总有34台新车会伫咧东部、西部干线负责载货任务。为了要看这台新型的 R200高性能插电机车，将在铁路牌一早起就就伫花莲火车站后壁翕相，大家拢正讲起伊白色的车头，现场也展示代替现役的各种插电车头，代表每一个世代的历史。这一次的活动相当的特别，是 R200首航哈。那这也是台铁公司化之后，在推动那个汰旧换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当然声音减少很多。而且污染也减少很多，再加上就是力量也是增加很多这样子。代替新型 R200高性能插电机车，是瑞士施泰德铁路公司制作，伫西班牙生产。
因另有2700匹马力，废气排放要达到2050基的环保要求，因另也有过热保护加自动喷射灭火装置，安全保障更加好。这个车子的性能呢，非常的优异，在这个货运领域呢，能够更精进，而且这个车子呢，它非常的节能，非常的环保，所以在R200投入营运以后呢，我们台铁公司呢，必然可以提升我们这一个区块的服务。第二讲，R200除了普通时做货车使用，较特殊的期间也会强化军事运输、灾害救援、事故抢救，以后也会当配合塑化界工程运土石，安装的配置伫咧花莲甲彰化机务段，伫东部干线甲西部干线负责货运的任务。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阿里山森林铁路，过去因为地动水灾路长期一直咧修理，今年7月总算会当完全通车路。林业署也出一本册记录全部的过程，也介绍附近的自然文化风景，希望会当继续来发展阿里山森林铁路的观光价值。抒情的吉他音乐声背景是阿里山森林铁路沿线的风景。这个影像是林业署阿里山林铁甲文资管理处的管理师吴明汉翕的。毋但有林铁修复过程、沿线铁路的自然风景、自然文化，都可以透过镜头记录落来，而且出版做一本影像记录册。像这样子的一个文化资产级的一个铁路，它的很多东西我们都需要很慎重去保存，包含我们跟在地居民大家携手前进的这个历程。我相信下一代的人看见了，他会懂，原来他们那个时候看到的林铁背后是经过这些历程。阿里山森林铁路捌因为921大地震、888水灾各种自然灾害路线断去，甚至阿里山火车头因为损害停止营运15年。经过修复，7月份阿里山森林铁路就通全线通车。林业署希望透过这本册，唔但记录林铁沿线历史、风景，也带动山川的文化观光价值。也不是只着眼于铁路的这个营运跟运输，而是能够把过去完整的这个历史脉络，还有沿线的这个风土人情，加上不同海拔的这个自然生态的这个特色，可以未来在这个轴带里面充分的这个展现。现开册册内底相片记录村民打水果、上山落山的形影。林业署表示，政府投入预算，唔但修理铁基路，也真注重推广沿线的自然文化风景。希望透过这本册记录落来，希望这个特色互更较侪人看到。记者郭文考编辑谢桂林台北报道。目前国小一礼拜会排一节本土语的必修课，着保语家庭的家长反映讲，课本的内容伤简单啊，囡仔说是拢无啥爱学。台北市公馆国小着针对台语课有开另外一班的进阶班，学生也会当学到更较侪物件。囝声囝吼，对，再来细声阿公，爱听大海咯。学生读课文，老师若补充相像的字词，互学生了解子孙的囝、囡仔的囡有啥物差别。这是公馆国小台语课进阶班，也是台北市头一个有甲台语课做难度分班的国小。负责上课的陈金泉老师表示，伫进阶班的部分，都会个另外增加发音练习、技术扩充、语句文化等等。较轻的字就对啦吼，因有在讲，但是咱说既然有人爱文字化嘛吼，所以囝甲囡仔迄字无共款，我就会甲列出来做讲，顺续甲因解说。所有学习其实吼，嘛是爱以迄个学生学员的迄种能力程度来做调整啊，且绝对毋是用一本课本会当安来讲的。台语老师嘛建议，现以为教材若是1年级分别出进阶班，对教学是愈有帮助。公馆国小的台语进阶班教堂已经实行2年啊。校长表示，因为后来有真侪有意识咧为囡仔创造台语环境的家庭，这囡仔已经有基础的程度，照课本教对囡仔来讲上简单，无挑战性，却颠倒较无学习动机。所以家长就重点向学校建议加开进阶班，学校嘛争取到台北市教育局的支持。如果讲咱的师资无问题。有可能讲，或者对台语的基础真好的囡仔，平伫共阮这台语上的时间，来抽出来，
吼，对这较讲好，还是讲有兴趣讲的，单独甲挑出来。啊，上的课程都未基本的啊。目前来讲，只要政策会当支持，阮会吼这个方式继续延续落去安尼。公关国小的台语课，互学生家己选要读普通班还是进阶班，拢总分做低年级、中年级和高年级3班。只要有学生因都愿意请老师，校长讲2年来上课的反应袂歹，因嘛希望甲进阶班继续办落去，互学生对台语愈学愈有兴趣。记者卢尚如、郑春友台北报道。常常听人讲，近朱食赤，近墨食黑。学台语也需要有台语的环境。即中华鹿港有店家举办台语的煮食活动，配合台语的绘本10页2个内容呢，做10项的菜色，互囡仔学煮菜也讲台语，加深因学习的印象。用趣味活泼的游戏，互囡仔兄、囡仔姊了解家母是安怎生家两个。中华鹿港有店家举办台语煮食活动，配合台语绘本10页2个内容来料理，有鸡卵糕、菜脯卵，佮有爱考功夫的3色卵。我今仔日要做3色卵，即马咧切皮蛋甲咸卵。会使在地煮菜脯卵，有好爽无？有好爽。负责设计课程的苏珊老师表示，鸡卵是生活中真接看到的食材，透过绘本加体验活动，互囡仔对食食有基础的概念，食谱的教材也特别用罗马拼音来写，互囡仔人来念看卖。伊爱看我的食谱内底写啥，啊，即摆我有较特别用心写迄食谱内底有一寡迄咱的迄罗马拼音伫内底，啊，互因去看，迄个要怎念，啊，做出来料理是啥物味安尼。老师伫上课毋是干那煮食尔，伊伫上事先地用台语的绘本，囡仔就对即个料理的过程是足熟悉的，啊，袂讲感觉足青分的安尼。囡仔人为传料开始，甲爸母做伙完成料理，满满一底的有甜的，也有咸的，食家己煮的料理也感觉特别好食，有滋味。参加活动的家长表示，营造友善的语言环境是真重要的。透过浸水式的课程，互囡仔人毋但学做菜，嘛讲台语，是真好的学习经验。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国立历史博物馆对20年前就伫做艺术家的访谈、文献收集加文字记录。不过，史博物馆表示讲，伫咧艺术史的当中，一直拢正欠缺女性艺术家的观点加记录。今仔日史博物馆推出女性艺术家的纪录片，透过影像记录3位无共世代重要的女性艺术家，来看因伫咧台湾艺术史当中的角色，和因安怎用艺术来思考家己和社会连结。半夜花到天亮的，没有办法，没有时间呢。你这边又要上班，这边又要带小孩，所以我觉得女性来讲，这个创作跟那个工作真的是一种很不容易。短短几句话，水墨画家杨秀忠就讲出女性艺术家的无简单。史博物馆透过访谈3位当代重要的女性艺术家来拍出纪录片，希望会当补足英国艺术史当中总是欠缺记录的女性观点甲贡献。李重重老师、梁秀忠老师、林雪琴老师，也因为有他们，我们今天可以共聚一堂，我们共同来谢谢他们，在他们的过去几十年的画艺人生，为台湾留下非常非常多的重要的作品。其中，画家李中正有结合东西方的技法来画现代水墨，伊时常伫画当中解放物体的实际形象，互人有一种那像是在画山，佮无像山的意象。人家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从这里面再转向以西方的跟东方的绘画这种精神跟他的哲学来融合。另外，版画上出名的林雪卿，定以台湾本土的动物、食物甲女性身体的意象来呈现家己对生活和社会的思考。伊也是台湾当代用电脑辅助来创作版画的先锋。他可能是我自己，或者他是母亲。那再推远来思考更大的环境，它就是一个岛屿，就是我的家国，也就是一个这个我说的福尔摩沙。
纪录片的3位主角杨秀忠、李忠忠甲林雪卿，分别是代表1930至1950无共世代的艺术家。苏博馆希望透过纪录片实践艺术史的性别平权，嘛希望鼓励女性展现家己的价值。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讲到今年的巴黎奥运头一届甲霹雳舞的竞技比赛项目，不过跳这种舞的无一定是少年人的专利，无的确阿嬷霹雳搁较厉害哦。伫日本就一团阿嬷霹雳舞团年会上届大舞者已经有74岁啊。在舞台对音乐跳舞，最后搁双脚向顶悬踏，搁优美活身摆姿势。徛在舞台中的舞者，无讲一定看不出来，已经是74岁阿嬷了。やってたんですよ、練習風景で。私も若ければきっとやってたなこんなことと思いながら見てはいたんですよね。でもまさか自分がねやるとも思わなくて。完全清慧阿嬷讲，男是高中校友提议，因捌想过会正做老大人霹雳舞小组的成员，对囡仔斗阵接受捌得到日本霹雳舞冠军教練的指導。そんな難しいことはもちろんね、もう年ですから頭でくるくる回ったり片手で立ったりなんて絶対できないけども、下半身強化ね、運動にはなるなと思ったので、それで続けてます。其实，原传阿嬷早就是大师级的日本舞舞者，带学生安怎伫个动作之间跳出日本舞的身份。这种传统舞蹈甲霹雳舞比起来，一静一动，天差地别。不过，原传阿嬷为着因继续跳心爱日本舞，决心会继续接受霹雳舞的挑战，来锻炼强健的体力。100歳までできますよ、やる気になったら。ブレイクダンスは生きてればね。听到老人跳霹雳舞，真侪送囡仔学霹雳舞的家长，拢感觉哪有可能？因伫看过原传阿嬷表演了后，只有一句话，就是有够厉害。原传阿嬷努力学舞的身影，也加速其他少年舞者上好的模范。公司新闻将回面变现。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吉兰到新竹对26度到35度，苗栗到云林对26度到35度，嘉义到屏东对26度到3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33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5度到32度。伫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